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4场礼拜做伙做一场来做伙举行，是因为咱要举行好会来选举吼。所以这礼拜牧师特别要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耳耳孔听的智慧啦吼。是讲详细听的智慧，认真听的智慧吼。咱平常时拢爱学会晓讲适当的好话，吼。但是咱爱明白一个好的沟通，毋是简单讲适宜的讲话，上较重要是安怎用心去听，吼。咱毋是简单学晓去听别人的话，上较重要的是爱去听上帝的话。特别咱等下要选举吼，咱来照上帝的话。照上帝心意去选出上帝要竞选的人。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耳孔通听，会当了解你的话，特别是你智慧的话，会当帮助阮，互阮伫行事做人，会当合你的心意。互阮咧做决定的时阵，也会当知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所以求主清起阮的心肝，清起阮的耳孔，互阮会当注心来听你的话。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日要讲的就是一个耳耳孔听，还是讲详细听的智慧的第一讲。其实咱是生伫一个无爱听的世代啦，因为大多数的人拢真爱讲，却无爱听。每一遍到选举的时刻，真侪这候选人拢强调讲爱听人民的声音，也批评对手讲无听、无尊重百姓的声音，但事实上咱发现，多数的政治人物吼，拢真爱讲互别人听，拢无爱听别人讲话。别人还未讲了吼，你若看最近伫花莲吼，迄有诶百姓要抗议吼，还未讲了，迄个主持人就要来回答吼。但无爱听啦，就是爱讲吼。伫社会新闻中间，还是讲牧师接触的一寡人中间，嘛常常拢有人咧埋怨，讲我身边上较亲密的人吼，无爱听我讲话，拢一直讲，无要听我讲，无了解我的心啦，无要听，造成人甲人中间一寡芥蒂，互人甲人的关系会疏离，所以这世代确实是需要用心来听别人讲话，更加需要学习安怎去听别人讲话。咱常常认为讲要沟通，就是爱准备好好来讲一寡家己的感觉甲想法，才是沟通。所以咱就一直讲，结果发现安尼沟通嘛是无好，时常拄啊倒变。那你要做一个有效的沟通，上界悬的基卡，就是你爱用心去听。当你详细去听对方所讲真正的意思，甲伊的想法了，然后较来回应，这才是有效的沟通。虽然拄则所读的经文，咱拄仔读台语的华语的28节21章的28节是安尼讲，到听别人讲话，到听别人讲话，伊的发言的确受尊重，意思就是讲，你若会当用心去听别人所讲的话，然后你所讲
回应的话，才能得到别人认可甲尊重。所讲话才有说服力。那按照结果来讲吼，听有分几个层次，吼，第一层次就是有听无着，吼，啊，比如讲因过古早咱若做学生时代咧上课的时阵吼，有时老师伫顶面咧讲吼，啊你心肝想去别位，吼，即摆你毋通安尼咧，嘿，即摆是咧做礼拜吼，爱注意听牧师讲的吼。啊，有时咱的心就走无去，啊，假设有咧听，坐伫教室内底有咧听，啊，但是却听无着，啊，心内咧想别项代志，所以别人咧讲有听无着，哦，真言的作者安尼讲，你毋通讲话互愚妄人听，因为伊的确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哦。根本都无咧听啦，哦，有听无着，吼，啊，若甲即种人讲话吼，感觉真无好，哦，拢无咧专心啦，哦，啊，无咧听你讲啥物话，吼，啊，第二种叫做听着啊，但是却误解，哦，就是讲听着啊，可能迄个音听无了真清楚。也是讲迄语言的传达的问题、沟通的问题，别人咧讲东，啊你听做西，吼。我还记我细汉的时候听过一个笑话吼，咱今仔时间较长啦，所以我要讲一个笑话互恁听。平时无机会来讲。好，我听这个笑话就是讲古早有一个妖精啦，吼，有一群鸟道伫遐咧跋筊吼，迄妖精就有一个主人吼，咧主持即个妖精的嘛吼，因为迄妖精经营足久啊吼，拢无来装潢啦，所以就想讲爱设备较好的吼，大家较爱来吼，就叫一个师傅来油漆啦吼。结果迄个师傅吼，一边油漆，一边看人咧跋筊吼，我看了伤认真，所无咧擦啦吼。结果迄个主人入来足生气啊，拢来讲警察吼，我这跋筊的人听着讲警察吼，应该讲警察听做警察啊吼，哇，大家惊一个拢冲出去啦吼。本来想要讲到这，但是这故事阁有继续啦吼。叫大家走出去吼，毋知要装对倒位啦吼。拄着一个咧卖油炸粿啦，讲油炸粿吼，大家拢听着讲油炸粿啦吼。即摆佮油炸粿了吼，佮找无路吼，佮听着一个卖包仔的，讲包仔。讲哇，即声叫我们包起来啊！看要安怎？吼，佮走，拄着一个卖碗粿，讲碗粿吼，大家碗粿都警察局，听着却误解啦，吼，就是讲误解别人所讲的意思吼，这常常咱也无注意听，吼，也是讲。迄人发音有问题的时阵，就造成即种错误啦吼。第三种是听着会通了解，吼，就是伊真用心去听对方所表达的意思，也去体会了解对方的心理。但是到这为止，伊无甲对方交流互动，吼，即种听嘛无完全，吼，因为听的人。完全无回应，讲的人嘛毋知伊听有啊听无，吼，这听着会当了解，吼，最后一种上介好着讲了解了，佫会当回应，吼，上介好的听的人，就是用心去了解对方所讲的，所表达的内容，然后会当用适当的方式来回应，表达讲你讲的敢是安尼？我听的敢对？吼，这是上介好的一种
听别人讲话的方式。所以咱接续牧师要大家分享一寡听的技巧，互咱会当学习。然后咱后一遍咱再来讲较重要的安怎领受上帝的话第一项，咱咧听的技巧的第一项就是咱来专注平静。咱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是雅各书第1章19节的头一段讲。恁逐人爱快快听，慢慢讲，慢慢想去。新翻译的圣经翻译做：恁逐人爱着急听，毋通着急讲，毋通着急想去。这段经文是咱讲命做一个好的听人讲话的人。首先爱学习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爱专心、爱专注，快快听，还是讲着急听，咱普通咧听较有讲快快听，快快听的意思就是讲，你足较无足专注，足期待对方赶紧讲，你会当赶紧听，所以咱咧听人讲话的时阵咱着爱有一个较无的态度。甲人惊讲听无着，如果你甲一个人咧讲话安尼相东相西，根本无专心，是一直咧看手表，这人一定就无欢喜。所以就是爱用种较无的态度去听。所以咱咧听上帝的话嘛是爱用较无的态度去听。我是讲，我感觉讲咱伫教会中间咧礼拜咱教会实在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做水准，大家拢足较无咧听，专心咧听，就是爱咱留心来听，慢慢讲，慢慢讲就是讲爱咱留心来听，因为一个人咧讲话的时阵就袂当听，上帝赏赐咱两个耳孔，一个喙。通互咱用搁较侪时间伫听顶面，汉字真趣味听这个字听这个字是一个耳孔，有10粒目睭，还有一个心来组成的，所以咱天生就是也算讲耳孔会听，其实目睭有人爱看。爱用心去领受，用心去了解，这甲用耳孔听差别真大，所以一定要专心。第二就是心爱静，心浮浮就无法度听清楚，所以慢慢想去，也是讲莫着急想去，是讲用种平静的态度，会当互你领受较济。有时阵咱嘛知影，咱若伫情绪无稳定，咧生气，也是艰苦、苦毒、怨恨的时阵，咱就袂听见上这代志。所以情绪上若无稳定，会互咱无法度听见。所以你听别人讲话一定爱真平静，爱专心，爱平静。所以若综合这两点就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讲，咱咧听别人讲话的时阵莫插断别人的话啦，莫着急要表达家己的意思，互对方完全讲了，咱较回应。有人最爱插嘴的，这种习惯实在无好，别人还未讲了，你就要一直要讲家己意见，这无好。圣经同咱讲，还未听了先回答的，就是伊的愚妄，甲介绍。所以，咱甲别人沟通的时阵，就爱静静去听别人讲了，互对方完全表达了，咱才回应。第二项，咱毋通存心存偏见，
咱甲沟通的时阵，甲别人沟通的时阵，毋通有偏见。如果咱对这个人有偏见，会互你误解伊的想法。咱毋通认为讲这个人一定是安尼啦。伊讲的一定无老实啦。毋通安尼。第三，嘛毋通有色立场。咧讲论的主题，除了真理以外，咱毋通有色立场。伫观念顶面，你若有色立场，你家己有家己的立场，你就真困难接受对方的观点。咱要甲人讨论，其实真重要的是你要了解对方咧想啥，然后你才有可能去反省。你若有说家己的立场，我就是坚持安尼啦，其他拢免讲，你就根本就无法度接受别人的意见。第四，毋通情绪失控。就是讲沟通的时阵，情绪失去控制，生气的时阵无法度听别人对方的话，所以咱会当注意这几点。第二项，就是讲，咱咧听别人讲话的时阵，爱有适当的回应。咱听因讲心内话的时阵，咱爱互动。有适当的回应，毋通安尼戆坐咧。伫遮回应，毋是讲你爱有互伊啥物建议，只是爱互伊知，讲我真认真咧听你讲，我真重视你所讲的，所以你会当将你心内的想法来表达出来。这种互动包含肢体甲语言顶面的，咱会当对于安尼点一个头，会当适当回应讲你敢是这个意思？可能会当讲你若拄着这个代志，可能你的心肝会安怎想？咱会当问伊讲，你拄着这款的代志的时阵，你有啥物款的感觉？用安尼去澄清咱所接受的信息，敢是伊所要表达的。有时阵咱会当重复伊所讲的话，然后问伊讲你敢是这个意思？这种互动会当互咱甲别人讲话的时阵，人更加愿意将伊心中的想法甲你表明，更加愿意听咱了后予伊的建议，因为伊知你有真正听捌伊的话，所以伊会当接受咱予伊的意见。这是头前咱所讲的，敖听的人会发言得较受尊重。所以就是你爱有一个回应，互伊知影讲你真实咧听伊讲话。第三项，伫听的过程中间，咱会当同理伊的感受。这是咱的学习的。带着理解对方的心去体会对方的感觉，去想象对方的感受，主动进入对方的经历中间。心肝会当设想讲，我若是伊，我拄着这个代志的时候，我的心中会安怎想法？这款咱真努力去体会对方的想法。比较较容易了解对方真实的感觉，所以咱爱学习同理心的功课，圣经中间讲，爱甲喜乐的人同喜乐，甲啼哭的人同啼哭，但是同理的过程中间，咱嘛爱注意一寡原则啦，第一项就是讲，同理不一定是同意，有的人的观念真负面。你就知影伊拄着即款情形会真艰苦，但是伊表达的意思无一定你完全同意，所以同理毋是同意是要了解伊的处境，了解伊的心，可能伊充满负面的想法的时阵，你毋是要同意伊的想法，是要了解伊的心。第二，同理嘛毋通过度，
吼。当你袂当过度认同伊的感受啦，吼，就是意思讲吼，你咧听别人讲伤心的代志的时阵，你毋通哭了比伊较伤心，佮对方佮来安慰你，吼。当你是徛伫对方的情境去体会伊的感受，吼。当然，当你心是社工咧协谈中间真重要的一种学习啦，吼。咱拢毋是专业的人，吼，但是伫教会中间吼，咱有兄弟姊妹要甲咱讲伊心内话的时阵，咱会当比较较徛伫伊的立场去想的时阵吼，咱会当了解伊为虾米会有即款的反应，吼。这是听真重要的功课，吼。第四项，这真重要，吼，就是咱咧听别人讲话的时阵吼，爱求圣神互咱有智慧啊，吼，求圣神互咱更照甲帮助。因为有个人吼，咧甲你讲的时候，伊情绪真激动，吼，不一定通完全真清楚表明伊的想法，吼。你祈祷圣神，互你了解伊真实的想法，来修正家己的态度。求圣神互咱有智慧帮助，才会甲咱讲话的人。如果伊拄着问题，求圣神互咱会当提醒伊某一寡代志。吼，有一寡人来找牧师，伊可能一开始无可能将伊所遭遇的问题完全表达出来，伊可能讲其他的代志。吼，但是咱理解圣神参透万事，吼，有时阵咱咧甲伊分享的时阵，圣神会亲自同咱讲，伊真正的问题是啥物。所以咱若要真正用心甲别人讲话，咱得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圣神来引导咱，互咱让真实了解对方真实的意思。今日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爱适当回应。吼，拄则咧讲迄个回应，吼，是迄个咧听的时阵，咱爱有一个回应。即马是讲咱听了，伊完全讲了，咱爱适当回应。吼，回应互讲话的人知影有人咧听伊讲，而且当认同伊的感受。所以一个好的听别人讲话的人，爱适时适当回应，这是好的沟通中间的一点。所以回应是啥物意思？就是甲对方讲你对伊遐听了啥物，而且帮助伊厘清伊所面对的问题。伫所有沟通的技巧中间，回应上会当互人满足，是上会当互人满足的技巧。即种的听会互人感觉真温暖，吼，因为伊充满了疼心甲尊重，伊真知你有用心咧听，而且会当了解伊的心。回应的时阵爱注意一点，就是讲你会当替伊分析伊所拄着的问题可能的结果。譬如讲，伊若做即款选择，伊会拄着啥物款的问题？伊若做另外一种选择，伊会安怎？吼，但是千万毋通替伊做决定，吼，爱互伊家决定。任何来找牧师分享伊所拄着的问题，牧师可能会来回应讲：你安怎做可能会拄着啥物问题？你安尼做可能会有可能啥物款的情形发生？但是牧师袂当替伊做决定，伊爱家己做决定，伊爱家己对上帝祈祷，祈祷上帝启示伊爱做啥物款正确的决定。所以适当的回应是非常重要，也是爱学习的技巧。伫遮牧师也要提醒大家，咱每一礼拜拢伫礼拜堂中间听牧师分享上帝的信息。当然，
咱这是单向的啦吼，足少有迄个回应的时间吼。回应的时间就是伫小组、伫团契中间，咱会当讲牧师今仔日讲啥，还是讲牧师即礼拜讲啥物款的信息，我应该安怎回应？那大家拢无回应吼，我就毋知影大家敢有注意咧听吼。我记我迄阵有咧带迄个周间的查经班的时阵，吼，查经班有时是拜二。有诶时阵是伫拜四，拜二甲拜四拢有我拢会考是讲拜二诶时阵，我就问大家讲，礼拜牧师讲啥物货，叫大多数人拢袂记住啦，赶紧摕迄个，好佳哉咱有做笔记，摕起来看一下，佮记起来。所以为虾米要有小组？为虾米要有团契？就是互恁。去复习牧师伫每一礼拜所传达的信息，互大家会当搁一遍去想起讲上帝话安怎讲互咱会当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你若有真正起来运用，安尼你就确实有听，搁有来做出来，这对恁上界有利益。听上帝话，然后来实践出来。上界重要，后一遍牧师会继续甲大家分享讲，安怎去领受上帝话，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做一个会晓听的人。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智慧的言语，互阮明白，爱成做一个好的沟通者，毋是简单家己讲。也要用心听，求主互阮有讲的口才，也有听的艺术，才做一个真好的沟通者，会当帮助需要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